恭讀聖路加福音第12章54至59節。耶穌又對群眾話：你哋睇見西邊有雲升起，就話暴雨嚟啦，果然係咁；刮起南風，就話酷熱嚟啦，果然係咁喎。假善人啊，你哋知道點樣識別天地嘅氣象，但係就點解唔懂得識別呢個時機呢？你哋點解自己唔能夠判斷乜嘢係正義嘅事呢？當你同控告你嘅人去見官長，仲喺路上嘅時候，要設法同佢和解，費事佢拉你到判官面前，判官將你交俾差役，差役將你困喺監度。我話俾你知，除非你還清最後一個小錢，你一定唔能夠由嗰度出嚟。福音反省。喺今日嘅福音裏邊，耶穌佢邀請我哋學習時代嘅徵兆。巴勒斯坦人佢哋識得讀解天地嘅氣象，見到烏雲，於是會落雨；南風，於是會炎熱。不過佢哋雖然能夠預測天氣，但係就未能夠辨識最重要嘅徵兆，就係天國已經臨在喺佢哋中間。明辨係一份嘅恩賜，佢並唔係倉促作出決定，而係學會停低落嚟，祈禱並且尋求聖神嘅光照。明辨幫助我哋區分緊急同必要，幫我哋區分嚟自天主嘅同唔係嚟自天主嘅。耶穌告誡我哋，生命短暫，係唔容許拖延和解；生命莊嚴，係唔容許忽視天主嘅召喚。天主講，要及早解決問題。唔單止要同他人和解，更重要嘅係要同天主和解。聖安道瑪利亞柯洛人，佢以熾熱嘅生命實踐福音嘅真諦。身為全教會主教同創辦人，佢懷住拯救靈魂嘅熾熱之情，佢嘅一生都喺度不斷去明辨。每一日佢都會問主啊，今日你要我做啲乜嘢呢？佢洞悉自己時代嘅徵兆，包括貧困、不公、對信仰嘅無知等等，並且勇敢咁樣做出回應。佢孜孜不倦咁樣傳道、撰寫書籍同小冊子，創辦宗教機構，維護窮人嘅尊嚴。佢甚至將基督帶俾他人嘅過程裏邊，都係刻不容緩嘅。我哋由佢身上邊學習到3個嘅教訓。首先，喺做決定之前，先祈禱，讓天主嘅神引導你嘅選擇。其次，要公正去判斷，對自己誠實，對他人仁慈。而第三，解決需要解決嘅問題，唔好拖延和解、寬恕，又或者內心嘅轉變。耶穌佢提醒我哋，光陰短暫，而聖安道柯洛人就向我哋展示點樣善用時間，明辨行動，並且滿懷熱情咁樣為天主而活。願佢嘅榜樣激勵我哋洞察時代嘅徵兆，擁抱福音嘅迫切性，趁住仲有時間同天主和好。
聖安道瑪利亞柯洛人嘅宗徒禱文就係咁樣嘅：我的天主，我的父親，我想認識你，也渴望使眾人認識你。我愛慕你，也渴望眾人都愛慕你。我願為你服務，也渴望讓眾人都願為你服務。我歌頌你，也渴望使所有受造物都能稱頌你。天父，求你使罪人悔改，使義人堅守恩寵，使我們眾人都能達到永恆的榮耀。阿們。